这是咱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第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请咱吟全首。我的心若无定，伊要空我手。世俗魔鬼伫要赢，伊要空我手，伊要空我手，伊要空我手，因为耶稣听我高叫。伊要空我手，我的爱心若得灵，伊要空我手，因为我心无坚定，伊要空我手，伊要空我手。伊要空我手，因为耶稣听我高叫，伊要空我手。耶稣是极地带我，伊要空我手。因为伊有疼惜我，伊要空我手，伊要空我手，伊要空我手，因为耶稣听我高叫。伊要空我手，耶稣看我做宝贝，伊要空我手，伊要甲我到落尾，伊要空我手，伊要空我手。伊要空我手，因为耶稣听我高叫，伊要空我手。阿门。这是咱来奉献。咱会当甲咱的奉献放伫厝里准备起来，等咱若有实体礼拜的时阵才来摕来教会奉献。这是咱来吟奉献的诗。只是愿到你圣殿，咸通白白受。虽然报答极有钱，愿你甘纳愿所献。阿门。各位兄弟，咱会当家己为网络顶面来看咱的周报。我伫遮来做教会消息的通知甲报告。伫要报告的大声我真要感谢咱少军长老甲建中兄阁有正业执事因的辛苦，会当互咱教会的网络礼拜安尼一届比一届搁较进步。咱教会也有家己学家己的摄影机，一寡简单的设备伫遮来邀请咱兄弟，若有意要参加这个转播的礼拜工作的事工的，你会当甲正业执事来联络你来接受训练，
来会当来做转播的工作，分担因的辛劳。第二，要邀请咱吼，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请咱兄弟，咱多多用即个视讯，也是电话，大家来互相关心问好。通过安尼会当伫即个疫情的中间，虽然咱拢宅在家啦吼，咱嘛会当甲咱的亲人朋友有保持好的关系。教会若有啥物代志，也是你有紧急，你会当联络咱即个月当地的长老。就是林主组长老甲陈美凤执事，因是当地的长职，你会当甲伊联络。咱每一个长老也是关怀小组，你若有代志，拢会当用电话甲因联络，伊会当提供协助。咱来看教会消息的第一条，6月13中昼1点，咱幼园要召开定期的任职会，这是要伫线上来开吼。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啦吼。若有要请假的，请向书记、秀珠执事来请假。第二，请各单位甲团体伫6月20进前，咱会记咧甲咱7月甲9月第3季的服侍人员的轮值表，也是各团体的聚会表，咱交互行政干事，以便来编排教会的行事历。第三，才有6月份的庆生寿星的名单。咱伫后礼拜，咱要用唱生日快乐歌的方式来甲因庆祝。伫这名单先互咱过目。若有老交去的免客气咱向聚会执事来更正。兼菜这寿星的礼物咱后摆才来补发啦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金句，我念一遍，咱兄弟对来念2遍。拄着试来忍受的人有福气，因为既然经过试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雅各书1章12节，咱做伙来。拄着试来忍受的人有福气。因为既然经过试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雅各书1章12节，搁一遍。拄着试来忍受的人有福气，因为既然经过试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雅各书1章12节。报告到这，下面请牧师来带咱做集体关怀的代祷。咱做伙来为着如果咱有电子周报咱嘛当看电子周报内底的信息为着台湾继续会当有水集中伫水库，阮脱离限水的辛苦，为着疫情会当一步一步稳定落来，为着政府、总统、指挥官才会种种的单位，来拟定好的策略，或者的疫情的这个津贴，来当发到上欠缺、上需要的人的手头。希望咱台湾得到更较侪好的疫苗，也为着真侪家长、学生、老师，该用到这个线顶的远距教学有真侪的困难，求助拢一步一步引带带领，特别互咱基督徒父母来有智慧、有耐心陪伴、有疼心来引带，为着病痛疗养的兄弟，感谢主，苏慧老师
甲即个雪云姐吼，拢有洪章医师的妈妈吼，拢有进步吼，求主继续施恩看顾。咱即时就做伙来用即条诗歌弯吼来唱，吼用祈祷的心做伙来唱。为一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哪更传递遍照，为一个社区，我谦卑憔悴。愿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双向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远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我需要请咱即时做伙出声来，为着台湾，为着家己，为着土地，为着百姓祈祷。主啊，阮真正知影。你是何等的美好，你是完全的善良，伫你是正光的正光，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主啊，任何的困境、灾厄、艰难，拢拍阮袂倒，因为伫阮内底比世界较大。主啊，恳求你将这个顶好的信心、力量、望。放伫兄弟姊妹的心内，互阮知影，主啊，你赢过一切，你已经赢过一切的事，阮也要伫一切事得胜到有尊。主啊，你帮助阮伫阮的艰难困苦，伫阮的软弱，伫阮强要跋倒、失志、犯罪的时，主啊，你的手就牵阮。你的手来牵着阮行人生的路，互阮无失落信心，互阮无失志，互阮无被魔鬼来欺骗，来进入到迄个试探的陷阱。主啊，救阮脱离迄个罪恶，救阮脱离迄个死亡。主啊，救阮脱离一切绝望，救阮脱离迄个悲伤，脱离所有的负面情绪。主啊，你帮助阮。医治阮，恢复阮，互阮的对台湾、到伫政府、教会、兄弟姊妹以及阮的家庭、囝儿、事岁、子弟，拢会当靠主来赢过这个疫情的挑战。主啊，帮助阮，互阮有主的心做心，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互阮用上帝的眼光看世界，互阮常常为着教会甲彼此。正人的需要来祈祷，愿阮的祈祷真侪芳芳的济，互阮伫祈祷的时阵，阮就甲迄个活命的主、甲信心的主来相结连，互阮伫祈祷中来看见你对阮无比的疼，无比的疼。感谢主，愿主你的恩典，愿你的慈悲，你是怜悯、丰盛、慈爱的上帝，赏赐教业的困难。丰丰富富的平安，属天的福气，临在伫每一个独行教会的家庭，甲阮兄弟姊妹的心。愿咱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这时就来吟最后的诗，511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圣诗511首。俄勒
上帝之冠之尊，造化的主，万福万本，地顶生晒天下万民，永远和乐，悲行成事。阿门。愿至圣的主慈悲怜悯，满有慈爱、丰盛、疼痛的上帝，甲恁三甲弟弟。愿主耶稣基督赦免罪恶、救赎的功劳，伊的保惠甲恁三甲弟弟。愿圣神的智慧引带带领，甲正兄弟姊妹也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灭倒避讳。